的，要不然一定会粘锅底。每天早上，黄月琴一定守在大锅旁做臭豆腐，从豆浆开始，每个步骤都不能马虎。做豆腐的豆浆一定不能先滤，一定要豆浆跟豆渣一起煮滚了才滤。黄月琴说，这样才确保豆香100%释放。过滤之后，加入用海盐提炼的盐卤，用石灰的会比较没有那么 Q 劲一点。已经凝固成豆花状，还要搅拌破花，再倒入模具。黄月琴这时费力搬来大石块，就要压好，不能滑手，滑手就毁了这一板豆腐。盯准每个环节，豆腐定型的过程再次收边为整形，也帮助排出多余的水。至于气味，就交给这桶打开让人不禁皱眉的臭水。黄月琴运用中药粉加入菌种浸泡，臭味来源则来自一种植物。一定要长刺的才是刺线，没长刺就不是，就一般的杂草。所以我最大工程是他，不是我，我只会做豆腐。确保安全，黄月琴自己种刺线，朋友种的得挂保证没农药。说也神奇，用刺线泡半年的臭水，让臭豆腐炸来，外皮格外酥脆，里面不会空空的。一般人会像吹气球一样，里面是空心的。认真付出的人生也不会是空心的。独自抚养4个孩子，原本放弃臭豆腐摊，为孩子圆梦开咖啡店，但客人念念不忘臭豆腐，才又重出江湖。有浓浓的豆腐香，还有臭豆腐的味道，可是还有咖啡香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因为这个是客人给我们 idea， 我就觉得这样子，刚刚要来啊，懂贴贴很特别。老板，我感觉如何？除了泡菜臭豆腐，在研发盐酥和红烧口味，黄月琴希望让更多人嘴里心里都得到满足。去探究食物的做法，有时你会对店家的费心感到惊奇，也更能尝到美味背后传递的认真滋味。咁公用懂贴片，咁公用懂贴片。